喺2002年呢，中國香港代表團係第一次參加冬季奧運會，當年呢係喺美國嘅鹽湖城。多年來呢，體育總會積極培訓有潛質嘅運動員，近年來呢更加係得到咧國家嘅大力支持，不論喺場地同埋教練呢都係提供咗好大嘅支援，令到我哋呢漸漸可以得到突破。今屆喺意大利舉行嘅冬奧會呢，係一共有93個國家同埋地區參賽。中國香港隊今年呢係連續第7次可以派出隊員呢係參加冬奧。我哋今次派出4位運動員參加短道速滑同埋高山滑雪嘅項目。我哋有資深嘅戰將，亦都係有首次參賽嘅新星。我祝願中國香港代表團發揮出色，贏取佳績。